家好，我係宏利投資嘅 Miranda。大家好，我係宏利投資嘅 Leo。Leo 啊，我哋睇到咧，踏入2025年，特朗普政府上場之後，美股嘅不明朗同波動性似乎都有所上升。係啊 ，Miranda。雖然市場波動性上升，但我哋都認為咧，環球股債市場仍然有唔少嘅投資機遇㗎。特別係而家美國經濟冇衰退嘅跡象，而且通脹水平仍然屬於一個溫和。喺過去5次減息週期嘅數據嚟睇返呢，喺經濟冇衰退嘅前提底下，環球股票喺減息開始後12個月，普遍跑贏固定收益市場，達到雙位數字嘅升幅㗎。所以投資者應該唔好錯過市場嘅投資機會，可以利用一啲具高收益特點嘅多元資產工具，進一步管理波幅，獲得多元收益，達至超額回報㗎。多元資產可以透過資產同市場佈局嚟到分散風險同埋收益。我知道宏利環球多元資產入息基金，簡稱 GMADI， 採用唔一樣嘅投資策略，特別係股票期權策略方面。你哋又點樣幫到投資者達至以上你哋提及嘅目標呢？ GMADI 係一隻 VIP 貴賓級嘅基金。點樣做到貴賓級嘅基金呢？大家可以記住 VIP 3個英文字母。首先 V 代表 Volatility Management， 波幅管理。截至2月底呢， GMADI 同類型嘅基金相比，喺過去1年同埋3年嘅波幅性都係比較低㗎。能夠做到呢一點呢，係因為 GMADI 採用咗股票期權策略，一方面爭取更高嘅收益，另一方面咧喺市場下行嘅時候咧管理風險。大家應該記得咧，喺2022年咧美國加息陰霾底下咧，美國嘅股票市場錄得明顯嘅跌幅，但同時間咧股票期權策略，無論係被對認購期權 Cover Call 或者係認沽期權出售 Put Weighting 嘅跌幅咧都低過股票指數㗎。特別係 Put Weighting 喺市場下跌嘅時候咧，更加有效減低下行風險。GMADI 咧係市場少數利用 Put Weighting 策略嘅基金，所以波幅性同埋下行風險咧都比同類型基金更加低㗎。據我所知，市場上有唔少基金都開始加入股票期權策略，其中一個目標係要爭取更加多嘅收益，又係點樣做到嘅呢？係啊 ，Miranda。GMADI 嘅第二個特點咧就係 I 多元收益。由於股票期權金每個月咧都會締造收益，當市場波動性上升，期權金亦都會上升㗎。喺股票期權金之外咧 ，GMADI 組合亦都分散喺高收益債券、投資級別債券同埋優先證券等多元資產，可以為整體多元資產組合帶來更高嘅同埋更穩定嘅收益。我都留意到呢一點，就係 GMADI 自成立至今嘅年度化派息率一直都幾穩定㗎。以 AA 美元每月派息股份類別為例，喺2024年嘅年度化派息率保持喺8% 嘅水平。好啦 ，Leo VIP 最後就係 P， 我估就係 Performance 往績表現啦。冇錯 ，Miranda。以2024年為例咧 ，GMADI 嘅淨回報表現係 Morningstar 同組別排行第一個4分位，即係最前嘅25%。以過去1年同埋3年嘅表現嚟睇咧，GMADI 都優於同類型基金組別嘅平均。值得一提嘅係 GMADI NAV 淨值表現波幅比較低，令到基金嘅風險調整後回報，即係 Sharpe Ratio 都優於 Morningstar 組別同齊㗎。GMADI VIP 真係好好記啊！ V 代表波幅管理， I 代表多元收益， P 代表往績表現。而家呢隻貴賓級基金已經上架啦，大家可以多啲留意。